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真。即马现主时是拜四的下晡4:34，咱录影的时间。但是即马南北三方会谈，那么已经要来开始了。到底南北中医是要来合，到底是要安怎来夹？看到即马选民呢，到底是看甲是要破气，还是欢喜，还是目耳通通来关起来？那么这场到底是闹剧，或者是所谓的民主历史时刻呢？咱请专家，咱等阵来收到现场最新的消息。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师大政治所教授曲条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台湾智库资深委员张国祥。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三位，资深媒体人谢和志。大家好。第四位，资深媒体人陈明峰。大家好。那么首先呢，要来让观众朋友呢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对昨仔差不多下晡，阮录影结束了后，哇，看到这个郭台铭先生啊，弹出一个真，这个看起来敢若咱平常时咧写报告，迄个时间表吼，头一个还佫无上色，第二摆还佫有上色，惊讲你看啊花去，吼，啊，甲你上色，啊，咧写讲啥物呢？伊啦，甲侯友宜啦。甲郭文铁啊，安怎见面，安怎通话过程？这是前所未有呢，吼！但是咱想讲，哇，这可能是代志要来到结果啊，吼！唔对呢，昨仔暗时深夜的时候，佫有人等讲，这就是咱要家己行家己的路。早起爬起来，佫无共款。到现主时即摆4点，哇！头拄仔阮制作人吼，阮一直咧前时间，甲4位来宾嘛，在讲，哇，他即摆要安怎？我吼。这看起来花花，到底因这见面三方面的见面，是已经讲好，还是无讲好？看起来拢为着这个，敢若是为着讲是你来，还是我去？安尼就酒超3、4点钟啊！吼，曲老师，你来看讲，到底即摆这个时阵是咱要安怎来看这样代志？我讲实在话哦，这场选举，阮咧做评论的人讲到这阵拢无啥个讲落去啊？为什么呢？伊毋是。一点钟咧做单位咧变化，伊是1分钟1分钟，尤其是即马，哦，即马是下晡，阮咧录影，即马是下晡4:37，哦，讲实在，迄每1分钟拢咧变化，哦，我下晡点外钟的时阵吼，要去上课，啊要入去教室内底正经，我小看手机啊，先看着新闻，哦。哦，足侪侯友宜的支持者讲，我们靠自己，我们走自己的路，吼，规篇啊，我差不多3点外下课出来，哦，啊，搁家己一个，搁看讲上新的消息，哇，讲4点半讲马英九有要去，啊，等来搁讲马英九无要去，啊有要去无要去，到这阵我嘛完全唔知影。看起来是应该会去啦。咱入来录影进前吼，头拄我有甲即个何志吼2个人对过，咱有看到讲要去马英九要去啦。啊，要去创啥？应该是做见证吧。见证啊，有人2个人要结婚，啊，结婚的新郎是啥物人？新娘是啥物人？啊，大家敢知影？那么证婚人跟那个主婚人，所以一个当证婚人，一个当证婚人是马英九嘛，吼。对，啊是主婚人。郭台铭就没人。但是郭台铭是没人啊，拍扑啊，边啊拍扑啊呀。无郭台铭无欢迎马英九，是盘龙。我安尼讲，唔是咧讲生笑。我讲实在话，咱这场选举吼，可能会创下吼，咱上少是亚洲地区吼。一个足有意思的这先例啦。阮后届咧要教政治学，要教选举这场的时阵，一定甲摕出来吼。啊，教谈判学的时阵嘛是共款嘛，会使摕出来讲哦，有够精彩吼。啊，但是呢，徛伫咱个人的支持者吼，你支持侯友宜啊，有够接活的啦吼。哦，有够接活，会惊伊的心脏无，若说无够大了嘛，会出代志。
这哦，张老师，你安怎看这项代志呢？这老实讲吼，民主政治的谈判应该是一步一步吼，啊，互大家会当了解讲你的进程是啥物。吼啊，当然有当时可能下骹岛面以下会做啥物代志，但是基本上拢一步一步，但是看起来是无法度预测呢。这个讲实在，全台湾的人拢在问啦，选总统是偌大的代志。哈，对这个人来讲，逐工的变，逐工的换。讲实在吼，问伊个人吼，伊去买一间厝，还是买一台车，敢有可能变甲遐紧？所以咧。我感觉头拄啊老师讲的足正确，未来吼，咱伫教政治吼，讲即个足侪以前的册顶写的物件吼，拢要改啊。台湾实在是创世界的纪录，哦，即个完全是毋捌伫其他国家会发生的代志。因为咧，伊个政治的合作吼，当然足侪变化是正常，但是咧基本一定要有我本身的原则吧。好，我的原则是。伫什么基础之上，甲人合作，这一定爱是这个讲较清楚嘛。亲像你去租一间厝嘛，共款嘛。我的厝地点伫对，租厝的人我差不多拍算要付偌济的这个做错。对啊，是你感觉讲，因这过程当中，因拢袂烦恼讲，我可能会伤害到选民的期待，选票会流失。我感觉吼。伊两边可能拢有一种拍算，就是吼，不管如何，明年的选举吼，大部分的人对民进党是足袂爽，所以咧，只要什么人吼会当互大家有超过民进党，无就是非民进党阵营内部的第一，到明年的正月12还是13，选民自然就会气爆。所以咧，即马有下无下袂要紧，到时阵自然选民就会票就是要。喙齿阮家就是倒了。对，所以咧，因为咧就是看到就是2022年啊，就是选县市长的时阵嘛，台北市长甲承德拢无下，但是咧自然就互民进党就落台啊。所以咧，我看因两边的人讲实在都认为讲必要时阵无下袂要紧，反正我就家己拼，而且咧，拼甲上后尾用民调来暗示讲自然气保，对，自然气保，而且咧，伊就感觉讲，假使我甲人下以后就是柯文哲是我假使甲国民党下，可能原来要支持我的少年的选民看到国民党感觉讲这个东西旧啦，这是以前的势力，无要支持啊，对我颠倒无一定好哦。国民党嘛是有地方我的势力强，县市长拢我的人，所以咧到时阵可能地方这票还是走到我遮来，所以咧对下袂下讲实在诚意无够啦。我是算到即摆来讲，你认为国民党诚意无够？我感觉两边，但是侯友宜感觉讲我安尼等，两边的诚意拢无够啦，至少诚意拢无100%啦。当然啦。讲实在，今仔日是11月23，够有明日咯。明日5点以前任何的代志，够有可能发生。歹势我明仔载无节目你家己去看赖户因为照因的记录到明仔日5点以前无一定拢有变化。袂不到5点吧，就上无上到。照你讲是无可能，但是几工的记录我感觉什么代志拢有可能啦。何志，没有。因两边啊，把一个政党轮替公案变成民主闹剧嘛，对不对？用甲执行。我先讲郭台铭昨公布这电话记录。一般来讲啦，是讲要破局啊，大家在就显出来，互大家看。那有人一个人讲我要大家甲做伙，现这记录互人要看，咁足奇怪。对不？你这是啥意思嘛？无人安尼做的啦，大家敲电话互你安怎，对不？这物件无大家同意，你显出来，这无正常，照人家大陆的讲法叫不讲武德啦。无人安尼做的，哪有人安尼处理的？我敲一个电话互你你假讲公布出来，伊敲电话互我创内底，搁写。
搁写内容详细的内容，讲内容咧，瓜主席回应哦，啥物好友谊叫我大哥，吼，你这话你家己讲，人敢有承认？啊，过来就今仔日啦，吼，今仔日啊两边我一个朋友就咧讲嘛，甲因仔人咧呛赌嘛，讲我伫遮等你，吼，啊另外一个讲我传好伫遮等你，吼，啊讲规会知影，吼，就问题是，阮本来想讲恁两个就是无要甲，哦，相骂本。啊！叫我到下晡讲我要见面，搁真正气啊！啊气啊！下是啊气吼！恁两个有要夹无？唔知影啊！倒一个要做正的，倒一个要做副的，唔知影吼。阮拄仔讲的，迄两个讲要做汤锅的吼。过来面讲我无叫马英九来，啊马英九就讲我要来做见人。那两个汤锅嘛，苦嘛爱抢，啊无恁即摆是安怎？吼？啊，所以讲，你讲这种变数吼，哦，甲会成个袂成唔知啦。咁讲就我顶届迄两工前，我伫遮甲曲老师做伙的时候，我甲他讲嘛，一个摆卡前动手嘛，对无？啊，恁两个讲我拢无爱夹，啊，尾仔你看觅就是拢摕袂出副手啦，副手拢遮歹看的嘛，对无？啊，讲啊，毋是咱讲什么？柯志恩靠鬼暝，吼，啊，毋是讲，毋是啦，我是讲亮有白讲的。啊，尾仔你就是拢摕无啦，你找无好的人嘛，吼，两边拢共款嘛，所以你不得不来讲看卖嘛，要毋讲你即摆总讲讲一定会成，一定袂成，我感觉无一定啦，我要毋讲我爱讲真正，就郭台铭讲伊要做汤沟，这是无理的啦，吼，政治这种东西是。你啥物抗战？你做啥物代志？你爱有一个实力，吼！啊，你即马讲好，我有90万，吼，好，我有90万连数，吼，我就会当做这代志，唔是嘛？你这政治就是没有这个辈分，你要来做这代志，啊，这代志开始是马英九开始的，你今晚要甲他唱讲啊，这个功劳要算我的，迄袂行啦。来，咱来看吼，即马吼现场呀，马英九吼啊，甲侯友宜咧到咱现场。即摆是下晡4:46分啦，哦，要入去即个好底路吼，即个饭店内面啦吼。但是啦，咱来看吼，像头仔好姐讲，到底即摆是像是汤科，还是讲见证人？即个角色嘛分袂清吼。啊，嘛有人安尼故事足济啦，像我头仔佫听到即个敏宏姐啊咧讲，伊佫民望啊，敏宏姐，你民望的内容会当。望互大家所知一下。无，我是感觉讲，这本来就破局啊嘛吼。你讲郭台铭昨讲出来迄个物件，就是讲，恁两个拢无要插我，恁两个拢答应我，吼，结果到暗时就无你约啊。这本来伊写出来的意思就是讲，恁答应我文题。恁拢去约。对，爱去约人今日应暗来见面，结果一个走去台南，一个毋知去创啥。啊，伊就甲伊公布，啊，伊个公布意思就是讲，好，大家来看卖，我已经做汤科啊，我一定要做汤科，恁两个讲有共识，叫我卖选，好做汤科，啊，我就来做汤科，结果恁两个毋知走去倒啊，对无？啊，所以说你就讲，伊有一个原则，就是讲，叫恁两个莫搁查民调的代志。好，对，内面有一个主张啦，吼。对，就是郭台铭的原则，就是讲你莫搁讲甲民调的代志啊嘛。啊，所以就毋过，所以你安尼看，今日开始哦约啊，但是一个约伫郭台铭的厝，啊一个伫马办，啊两个嘛是相隔，人讲16分钟的车程，行袂到，迄就是讲4.6公里。对啦，啊所以说侯友宜这边伊就伊就算是歪插伊啊嘛，啊伊的副手我就是做民望叫夏立言啊，哦，对啊，啊夏立言的好处是甲拄好对，甲迄小美琴拄好对上的，因为伊甲侯友宜是互补的。现在大家都讲侯友宜没有国际观，只有做刑警的经验啊。虽然他从政也不少时间，副市长、市长都做过，可是他还是讲他过去。你看他举例，本身要抓犯人啊，那抓犯人时你是要安怎啊？你要爱摕哦，夏立言哦。对，啊，你夏立言的时阵，因为是做过驻美副代表，是驻美代表吧，吼。副代表，对。对，副代表嘛，对，对，所以美国关系嘛算真好啊，是东来民内底甲朱立伦赶快拢比较被认为是
亲美派的人嘛，啊，做副秘书长以后嘛，是代表国民党去过中国啊，去几遍嘛，吼，所以说伊找这个人来看是袂歹的，所以大家拢叫说讲是不是啊？但是就是破局了后，是柯志恩还是韩国瑜又溜落来做副的，无伊就是做好准备要夏立言啊，啊，所以你这就是讲，这局就是讲。就是讲，好柯文哲伊就本来讲，你两个拢咧讲民调，讲民调就差袂煞，伊就无想要用啊。啊，但是郭台铭把你弹出来了，我搁互一个压力啊。吼，你两个唔约看嘛，唔约看嘛，我甲你讲出来。闽红，你认为讲下晡这场见面只是一场戏，大家做一个过场啊，上后尾来结束安尼？就是这样就是讲，你昨弹出来的时阵。破局的责任是负责人是啥物人嘛？郭台铭讲唔是我嘛，就是恁两个啊。你拢起起嘟嘟，对，你这早起就是讲，一个坚持伫郭家，一个坚持伫马办，这嘛是无算无。但是这我足奇怪，那这样该伫军乐的时阵，你也好也无爱去，然后讲，我这样伫第三方地点啊，你搁无爱去，你就去惊死啊！你嘛，其实我也是吼，我嘛惊死啊，因为因两个逐工咧见面，我迄鸿门宴唔知要安怎食吼，所以这就揪一个马英九去，马英九是不速之客，你知无？因为侯办，那个郭办。这个写新闻稿说我们没有邀请马英九，马英九不在我们的三方。韩关公白白白无请家己来啊！对，伊讲伊无伫阮三方的邀请行列之内，好友谊死拗硬拗嘛，不要马英九拗去，所以我来讲，这局若无成，嘛是拢公平的啦。就是讲责任上，大家分担嘛。什么来担呢？系啊，你莫互伊就是好友谊就讲，你莫互我背锅就好啊。哦，那周老师，你要讲啥？甩锅。我感觉吼马英九的角色吼，伫尾头到尾拢足奇怪，因为咧，伊是以前的总统，以前的主席。讲实在，国民党以前做过总统的人，即马剩一个啦。所以咧，伊当然代表就是伊足有即种的身份。但是咧，伊出现伫现场吼，所有的人拢感觉讲，这是毋是中国的因素？哦，这对这个哪甲无帮助，其实无帮助。尤其是吼，我记得就是咱节目吼，今年的时阵，咱就讨论过马英九去中国去遐代志嘛。哦，伊去中国，这是伊做过总统的人第一个去中国的。所以咧，伊即马出现以后，当然就有人感觉讲，这是毋是中国的因素走入来？这是第一点。第二咧，就是马英九过去哦，讲实在，就是国民党嘛，伊甲柯文哲讲实在较无啥物特别的关系。所以咧，当然伊做讲啥物见证人，这你讲实在叫记者来做就好啊。但是张老师吼，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吼，你听看卖吼，在座三位，其他三位你也听者，就是迄个辛富荣先生啊，伊就讲，在这个深蓝的这个目睭内中吼，看到。较青反倒来是好友谊啦，瓜文tex上无吼，伊个不分区内面阁有一寡看起来红红的啦吼，也有啥物啦吼，可能较会当来合作，所以对伊来讲，我马英九出来来献身了后，可能对着深蓝的人来讲，好来会使甲瓜文tex来夹，有讲这个作用啦。这当然未来啊，看因两个人的这个互动是安怎啦。但是不管如何，咱看到马英九还是较我好友谊迄边嘛，对不？所以咧，我看今仔日好友谊吼，去迄个这个君悦饭店吼，我就受到几下10年以前，伊做这个警察的时阵去南非武官的厝的吼，我感觉足神的咧。伊唔知到底内底有啥物咧，伊去嘛是爱谈判，但是这谈判结果。到底人是要安怎甲伊谈判？无人讲，听讲迄内面生入去的是贾中鼎呢。对啊，当然，对啊，所以即马要牵一个马英九去啊，伊唔甲一个人去啊。无先叫马主席，先叫马总统、马前总统先入去。对，先入去，尾啊，假是内部出代志，伊就摆入去。啊，讲实在，台湾的选举那会变做安尼啦。所以为什么要挑工走到饭店？为什么两党的办公室袂当谈？就是代表什么咧？无诚意、无信心嘛，
无真正是吼啊，顶边伫马英九基金会。咱当然会当对着一寡细节来做批评啦，吼，譬如讲啊，是安怎拢啊坚持你的所在，我的所在，吼，像头仔何志讲的，像咱敢若囡仔共款，你爱坚持讲，我伫遮等你，你爱甲我来，啊，你我无，你爱来我遮，到底政治这个所在意义，到上后尾伊嘛退休啊，嘛是爱去关迄个饭店啊。所以这到底这一来一往当中，到底是发生什么关键的代志？地书要头壳突然间澄清讲啊，好啦，边仔帮的爱来去，何止你感觉呢？我敢会知啊，迄是本来是就无要成嘛，大家拢要化嘛，吼。我是讲，我赞成米凤姐拄仔讲法啦，就是讲有去吼，就是有一个转机啦。啊，毋过有一个转机，敢会成袂成，无一定啦。因为我讲四个人四种想法，四种利益嘛。吼，郭台铭想的是讲，我爱成这个物件，我达到我当初讲的，我参选是为了整合，吼，我拄爱让落车，吼，啊，所以这个我要甲马英九要抢这。哦，啊，我毋讲，问题是所以你的意思是讲，大家见面是为着大家要落车？毋是啦，郭台铭是要落车啦，吼，要毋讲毋讲两党的代志，讲实来足复杂的啦，迄毋是你有法度处理的，你有法度去瞧的啦。啊，民众党买啥，国民党买啥，啊，两个各自有各自什么问题，有什么优点，什么缺点，迄你毋捌啦。吼，你要去瞧，迄你要安怎瞧？吼，啊，会知啊是讲，迄会呛到安尼吼，就是讲，其实就准备僵局一整天了。那我觉得下午就是说，你一定是双方最后发现说，安尼算嘛，不是头路啊，吼，你讲断骹断手嘛，啊，所以可能想要搁讲看嘛，啊，毋过我感觉无一定会成。邱老师，你安怎看？是来讲哦，我干来一个意见，就是讲，他主头台戏我就讲。就讲要讲代志，爱谈判，应该爱设定着战略目标。是，吼，我讲咱就是一定爱合，吼，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嘛。有这样就被拖到正啊啦，就是拢无这啦。安怎讲呢？阮咧教谈判学，阮咧用教科书一点啊讲的吼，伫这桩代志内底，全部推翻，全部拢无效。哦。我看咱莫讲理论啦，吼，讲到昨下晡差不多6点，到昨下晡6点为止，基本上就我所在，国民党甲民众党这两边，拢差不多拢准备讲家己要家己行啊，昨可能民进党这边就决定讲，今仔日因的总干事黄珊珊吼，今仔下晡会去领表。即马伊嘛是照因昨下决定，今仔日已经去领表啊嘛。黄珊珊今仔下晡去领表。讲到领表，我嘛是真好奇呢。其实吼，我知影领表是早就会当领呢。是啊，吼，毋是讲你即马才会当领，其实前一礼拜就会当领。黑帮路就有啦。系啊，因即马会有一个代志，因若准讲去领表吼，伊会互对方的感觉就是你要拼，你要家己走啦。所以基本上因两边拢，所以即马去领表意思是讲我要走哦。毋是，你安怎？一定的啊。所以因昨下才决定讲今仔日要去领表，看起来今仔日国民党无去领表嘛，也未嘛，但是民众党，也无得甲网络已经申请啊。不，我毋知，但是就照安尼看，我头拄讲啊，到昨下差不多6点，基本上两边拢准备好啊，要家己走啦，兄弟爬山嘛，有一句话。但是到尾郭董就是伊公布这个记录吼，伊差不多昨下晡差不多4点，我开始看到嘛。咱实在是伊迄头家人的做法，我实在看无。我会使了解啦。伊可能基本上的想法，伫规个过程，尤其是最近差不多1个月，差不多1个月啦，无人要插伊。迄种消息。伊的消息拢无嘛。就当做伊无啦，伊即个人无要选嘛，到尾啊讲迄天公布讲伊的连署书摕到过关啦，迄新闻一天尔就过啊，就敢若伊无要选呢，伊他不存在嘛，但是咱讲实在话，即我足早就咧讲，你若准讲你拿会甲爸讲好，你嘛是爱共
过等讲一声啊，就当作讲伊无要选，你嘛是爱甲做人嘛，尊重一下，你嘛甲尊重一下，去甲讲者拜托你莫选吼，啊有啥物代你的理念吼，阮来做啊，你的人，你的班底，你的团队，我就甲伊欢喜了，好，来，这人拢是安尼嘛，你要搬一个楼梯好落来嘛。迄毋是讲你片啊，甲迄落，你安怎对无？所以过当长演这个动作，今仔日因必须爱有一个表现，爱有一个表达啊。不管是过柯文哲这边，还是后的这边，你嘛都上少嘛，爱有一个动作，啊，就创到即马变做4.5亿见面嘛。哦，那准讲啦，这我来看啦，吼，民众党这边的准备，因早就讲，顶两天因就讲过啊，只剩下柯侯配，没有侯柯配，无啊，这边嘛是颠倒版，伊嘛是讲颠倒讲起来，所以我即摆除非有一方有一方讲好啦，无安尼啦，哦，我做副的，你做正，我接受。除非是安尼，要无我看今仔下，若阵今仔下到差不多6、7点的时阵，迄若阵传出来讲无好，我看就基本上就结束，明仔载就各自去登记啊啦。我吼个人有一个感想甲学习啦，就是这一摆，咱袂当用咱一般人正常人，我袂使讲正常人，就是一般人会即个真简单的即个逻辑。加理性起来看这项代志，这我同意。真侪时间是带着感情，带着啥物，伊咧讲这个，但是咱的设想吼，一对翁仔某还未结婚进前，就已经送订，那已经来贴啊发啦，啊结果呢进前刚才来讲你安怎吼，啊你马甲销量双方面的亲情，啊甲再小姑，啊这啥物拢对。啊，这个真正若结婚落去，我实在是唔敢想讲这敢会安尼亲情莫计较，吼啊这除非讲因拢是演互咱看，吼其实大家拢袂要紧啊。政治人实在讲是咱无法度料想的讲到底是安怎，即我要先来问民众啊，就是讲政治人吼，你也采访政治上无嘛20-30年啊嘛，20几年嘛吼。你有看过讲安尼到上下尾啊，大家安尼互相搁好嘛是有嘛吼，但是会销量的嘛较安尼，这是情你一家我一家两个要甲做，我刚才想讲，若是竞选办公室，谁要来发落，你要叫便当，啊要安怎要创啥，我就无法度想安尼。你这我就是当初柯文哲你专访的时阵，我问伊问题啊。我讲你要甲人合作，你要组联合政府，啊，不过你连选举的时阵去鹿港的天后宫，你都用甲庙冤家，啊，你是要安怎甲人合作？伊走新店的时阵，要去鹿港天后宫的代志，因为去的时间无够，对，伊就搁甲天后宫骂啊，相骂嘛，啊，天后宫就讲你后摆莫来啊。我问伊讲，你连一间庙你都用冤家，但是阿伯定条这种代志后来就是讲，哎，是的啦，我是歹势。所以这件代志，我请问你，阮专家拢毋是专家，因为我拢叫科学家，柯文哲变甲伊拢起笑啊，你知无？因为这个代志台湾无一个政治人物是安尼做代志的，就是讲我甲你要好的代志，我当工认啊，我第二工佫会编导。啊，编导佫会出来考了啊，佫会开始骂人，骂人骂别人，佫骂家己。伊迄伫南开还是开南大学演讲的时阵，伊讲伊有签一份是叫做契约贿选。伊家己讲的嘛。伊家己讲的契约贿选嘛，啊，伊就是讲自证罪责嘛。其实法律上应该不是叫。对，所以你这种人就很好笑啊。那你把你家己嘛有签啊。对，所以我就说他自证罪责嘛。那有这种人，我跟你签的，伊为着不爱认这签约，伊就讲这是。伊要做污点证人。这是犯罪吼。伊要做污点证人。污点证人该自首，你有爱去跟警察举报啊，好对吧？跟司法单位举报啊，无人安尼创的啊。伊这应该这个合约应该较亲像赊银汤吧？
嘛，这还就是我讲实在啦，是讲你也要组联合内阁，再也组联合内阁政府，这咱嘛是不用管啦。这 OK 啦，这嘛不是讲上面一个贿选嘛，因为你什么叫不正当利益？这个就是你即使选后，我要任命谁做什么位置，这个也拍供啊，这也拍供这起贿选嘛。啊，所以但是你自己把自己编成说我进入一个庞氏骗局。哈，我就去国民党因遐三个人骗去一个叫庞氏，伊搁甲骗局编一个名叫庞氏骗局哦。庞氏骗局无啥物，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无啥物学问啊，对吧？庞氏骗局就是金融诈骗的一种形态而已。然后他为了说这个是契约贿选，他就说他自己被庞氏骗局，迄是空头公司人，国民党是假大业大人伊的意思就是伊去用骗就对了。但是我问你啊，我也是国民党。是你互骗还是我互你骗？你主就是讲你否认那个115是不是的时候，你是不是先把我骗进去115，然后把我的政党比率拿掉，然后我们才同意你们开始用回来误差范围嘛？我国民党已经被你骗到误差政党比例拿掉的条件了，然后回到两边扭包了就签那115迄份嘛。啊！你过来，等下你又搁不认那个误差范围怎么算？啊，我也是国民党，我嘛说应该被骗的是我吧？你现在然后骗115弄完误差范围，你又说你要国民党要我让6%党，好，国民党完全无法来翻身啊！哈，因为应该叫你大动，好，你说他家大业大，好，还要人家让6%，你就死。但这一来一去当中吼，其实我感觉是刘老师你稍等，我先何志先讲哦，就是两党因拢无感觉讲，我可能有气头损角啊嘛。我感觉一定有啦，不过无法度啊。你即马。敢会亲像邱老师讲，反正我就是准算，我讲上后尾大家拢会认同。无啦，你像国民党就较无变来变去嘛。伊就讲我来等你嘛，伊就讲伊就无讲歹听话嘛，哦要夹你就来嘛，啊无要夹就准线嘛，所以伊到今日本来嘛是无要去嘛，是尾啊你就我甲大狗山的大狗领有啊看无啊看。无啦，伊坚持马英九的原因，就是因为马英九是迄场的115迄场开始的人嘛，所以伊就是要坚持这样子一统嘛，就是对迄个。签约开始嘛，啊，既然郭台铭甲柯文哲就另外想要编一个新的局出来啊，这就是双方的无共款的所在。嘛是民众节问伊的嘛，啊，伊讲无你个有较好的办法，吼，无我家己选，敢会当选？对啊。啊，尾啊，你讲，你即马家己选，敢会当选？为怎样变化？你无讲，你就讲国民党甲我骗的。对不？啊，国民党的状况就一直是安尼嘛，伊就讲啊，你要夹就夹嘛，无要夹，阮就家己选啊。尤其这段时间来讲，内底对柯文哲是就有意见的，就愈来愈有意见嘛，吼。所以真侪人真侪支持者是甲讲，无阮就家己选。卖等。卖夹嘛，即马要安怎夹啦？吼，黄珊珊逐工甲国民党骂到臭头哩，对不？你即马是要安怎夹？嘛是会夹啦，不过今日的状况就比2礼拜前搁较歹，1礼拜前较歹嘛，对不？迄阵的时，要不过这两党那是夹起来，一定是一个足低度的结合啦。讲实在，我为头，你认为这夹起来嘛？唔是，伊本来就是一个足低度的结合，就是讲尾头到尾吼，两个人吼合体可能无几届啦。吼，你柯文哲行你柯文哲的，啊好友行好友的，我也无爱管你，你嘛无爱管。一定是安尼啦，迄绝对无可能，绝对无可能讲坑第一个台顶吼，校友较悬，柯文哲较低啊，迄无可能的代志。哦，要么电脑转来讲，你若是要考好配的时阵，我就问你嘛，你是陈志涵黄珊珊这寡人，你是会当叫国民党的地方？拢交互你，你嘛毋知安怎处理啦。我讲白是安尼啦，啊人即马那是好科配，那是拿甲白是较简单。你柯文哲就是你原来的人就是副总统候选人的幕僚，你要继续去行，继续去讲。啊，你两个卖讲到你讲东我讲西，安尼就会使啊。吼，这点我嘛必须爱讲啦吼。国民党就是这款的，就是即马互你咧讲的这款心态。哦，造成即摆的局，
哦，当然啦，你讲民众党这边有责任无？我来看嘛是有啦。哦，顶头拄咧讲，小可有变过来变过去吼。啊，但是咱讲实在话，咱莫搁讲迄民调因的技术啊吼。我本身嘛是做民调的人，迄就统计学来讲，迄结果是安那，阮足清楚的啦，迄清清楚楚。但是你要硬要拗，你硬要讲，会使无会啦？啊，讲到即阵，咱讲实在话，就敢若过当来讲啊，莫搁讲民调啦。你搁讲民调，我咧讲吼。迄逐个气氛会真歹，吼！即摆的气氛，咱讲实在话，无好啦。逐个即摆咱讲黄珊珊是啥物鹰派吼，规个国民党拢甲当做鹰派的代表，规个拢咧骂伊。咱讲实在，两边拢有啦，吼。黄珊珊讲话无啥好听，迄是有影啦，吼。啊，但是你去甲看，你去看一寡。尤其是网络内底，你甲气温看听下嘛。你甲骂，迄讲到袂听的啦。我讲实在话，因为黄珊珊我捌伊嘛20万年，要30年啊。哦，伊的人是安怎的人，我知。所以我讲一个开头的。顶2天，我媒体咧采访，我就甲媒体讲吼，莫搁去讲迄天的迄个民调代。恁迄天的民调，15号因讲好，18号公布嘛。啊，伊的民调的内容是几号？11月初7到11月17，11天。今仔日几号？今仔日已经。老师，我甲你讲，即摆现场发生啥物代志？恁四位听看卖。来，我讲恁听。即摆吼现场哦，咱即摆出来吼，刚若看到马英九，甲朱立伦，甲侯友宜，这三个。吼，这瓜文哲甲郭台铭讲，这毋是会当会谈的现场，就无要谈就对啊。来伫2楼，因要去2538房啦，啊，因坚持在这个会场嘛，对哦。嘿，2538，爱来2538，但是我敢若指定，我叫好，敢若叫侯友宜，你加带一个幕僚啊，尔，其他2个人袂使来。啊！即摆到尾遐，大家咧丢毒啊！这就是我头前讲。啊，敢若安尼都，敢若安尼讲袂去啊！即摆气氛是有够歹啦，所以讲我2天前、3天前我就咧讲，莫去讲遐民调，遐民调是半个月以前的资料啊嘛，民调逐工就咧变嘛。问题是迄你学过你白字拢共签啊你。顶2天会付。但是做一届，佮做一届就出来啊嘛。前几工叫人教乖啊，我即摆唔敢讲一定会破哦。对不对？讲，这2个佮落来哦。这我嘛真正唔敢讲的。不可预测性，这是增加政治上的不可预测性的，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完全是柯文哲个人的问题，我知道吗？这我唔敢讲是虾米人的问题，我只是讲我就是讲伊啊。这首先。啊，即摆佫讲啊，佫讲两位准备要落来啊啦。即我会当讲的就是讲幕僚的准备，甲幕僚的准备包括了整个行程 itinerary， 吼，甲 agenda 啊，到底若是安怎要讲啥物？我相信这在场这5个人应该拢无主张的对啊。啊，即摆落来，咱来看现场。记者会讲100咱来看现场，嘿。来，咱来看现场吼。这过档看到啊，哦，有啊，2个出来无毋对。落来啊，因本来伫房间内底啦。啊，毋是。啊，这3个国民党的不爱去啊。不是，伊叫一个尔，伊讲伊两个对，伊都不爱去啊，伊要去就要3个要去啊，2个去啊。多露一点现场哦。刚去你家讲顶关，有迄鸿门宴呐，有人好食食去，有披身啊，这款的气氛你要加困难呐，要哪打？哦，咱即摆即摆哦，大家拢握手啊，握着啊。我甲讲，我一定要指定你，别让你来，迄个都是咩？迄要哪讲？迄要讲。啊，郭台铭坐马英九坐马英九边啊，2个公亲啊，公亲闹双胞，你唔知？2汤口啊。嘿，啊，即摆郭台铭要先讲话。伊出来应该先翕相，啊，要先翕相。伊主人。啊，大家举手要动算吗？
好，请台上的几位先看中间的摄影机。朱立伦比较高还是郭台？先看中间的摄影机。这位小姐会不会挡到？可以吗 ？OK， 好，先看中间摄影机。发表迄到即阵，伊即摆退掉，就是即摆徛伫遐嘛。好的，中间区好了吗？有下列好，来我们换右手边。好，各位几位看右手边。右手边的摄影区。好。好优异嘛！最近哪有一个像样的场合啊？可以了吗？右手边好了吗？你最近我刚出来，你把左手边的会选来左手边的摄影区。结束啊！因为柯文哲已经叫台北市东部的动员，明仔载要去登记啊。哦，今晚台北市东部的叫伊传那明仔载登记的场面啊。柯文哲下晡2点钟，你叫东部的动，就是怕什么破。啊，被破就莫叫人来啊，更实在。啊，你迄郭董个眉毛下出来变啊？我头都讲的这个意思。不用了，我觉得5个人，我们就请几位就坐。有去找马英九无？我咱是唔知啦，伊可能有看到嘛，我马英九。中间应该有先讲过这样子。首先，请接受侯市长与柯主席双。咱即摆看吼现场的声音，因开始要讲什么，好不好？或者发言。你出钱主人，好不好？你贪哭呢？今天是选日不如挑日子啊，选地点挑地点不如碰上地点。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我们感恩。难怪有人跟我说，甚至给所有的他的人民 ，Hello Happy 什么声？他的重要的政治领袖能够恭逢这么一个盛会，于是我们主流民意在野大联盟的主要的关键重要的领袖都在这里齐聚一堂，在感恩节，完这句话感恩，因为各位媒体你们的关注，你们的今天莅临，我这做主人的非常非常有面子，这第一个。第二呢，我也非常感恩，说选地点不如碰地点。这是我2008年跟曾馨莹结婚的时候，我马前总统来过证婚，中午证婚的地方，晚上晚宴的地方，就视同这个选到同一个地方。对我来讲，又是感恩的日子，又是对我结婚的日子。从这2个点出发。我们要心存感恩，要心存呢，这样的结局是美好的，因为在马英九前总统的扶正之下，我跟曾馨莹生了3个爱情的结晶，这符合0到6岁国家养的标准。然后呢，也在马英九先生的扶正见证之下，我个人当初承诺，上帝为我关起一起门，为我人生开启了另一扇窗，让我有了第2段美好的婚姻。好，但是来咱看到现场吼，即摆正事也未讲，先讲到这个郭台铭，伊感觉伊真有民主哦，伊踮咧遮吼，马前总统来甲证婚，生3个囝哦，查某囝甲囝所以呢，这个对着福气哦，今仔就是感恩节。这看起来郭台铭这感觉讲这是伊的主场，伊是主人啦吼，主人家所以要来担遮。但是我看这个，他都邱老师你看，台面面长上歹的应该是郭文定吼。你对伊的了解，伊这个面长，头我听民宏志也讲，因这启动部已经开始动员，明仔载要去登记的这场面啊。其实我头拄就讲过，到昨下晡差不多6点 AM 啦，差不多6点的时阵吼，我所知影，因基本上因后壁的座位拢差不多传好啊啦，基本上就是今仔日因黄珊珊去领表明仔若准无啥物特别，
明仔载就要去登记，因本来伊 schedule 是安尼咧排吼。当然啦，伊嘛是知影讲可能有变化，啊，这个变化就是来自过档的，啊，今仔日这个会议，即摆就当咧进行的这场。基本上是过档讲，都头拄咱一开始咱的你看伊的电话内底，伊的互相的迄个，你就知影讲基本上伊主张嘛，伊的主张嘛，啊，本来就讲长验啦，哦，啊，即摆验到即阵，才会使实现，吼，啊，但是呢。即摆看起来还搁咧伫咧讲，叫烧气氛，咧烧气氛啊，讲一寡543的啊，吼，连爱情结晶就讲出来啊。即摆等咧讲543啦，童年记录啦，咧烧气氛啦，啊，未到迄个安怎阮来踮遮啦？吼，啊，重点，有影的重点可能等下才会讲吼，啊，会使超会活袂吼，我毋敢讲绝对袂，但是我感觉这若要超，啦。应该毋是3分钟、5分钟的代志，可能是马拉松哦，张老师。对，讲啊一定吼是，除非啦吼，伊去以前已经有想好，吼到时阵就是握手，吼协议达成，吼随着会当出去。但是我看可能无遐尔啊简单啦，假是遐尔啊简单，无免拖啊久啦。而且咧，即摆重点就是合作同意以后，阁有一个月话，一个月话之间，敢有可能发生其他变化？啊，那就是老师，你讲两个做起来了，佫有变化？登记就无变化啊。这个吼，对因这个人来讲，我即马感觉吼无变化。哦。什么变化拢是无变化。你都是貌合神离。就是因为吼，伊实在是超过咱过去对政治太侪的这个历史啦。以前吼嘛有啊，就是一个政党几下人要选，吼，就是出来协调，就是靠民调嘛好。以前上要退选对啊，抽签嘛有呢。台湾历史上地方政治有抽签嘛有呢。只要讲好，每一个人想着讲吼，虽然这个调价对我无一定公平，但是吼，我即马变道，以后人对我印象无好，我以后无国起来的机会。但是咧，即摆我看因两边吼，完全都无考虑外口人的观感是啥呢？吼，就是我最近就是听我一个朋友话学长讲吼，伊学生吼本来拢足支持我的呢。但是最近吼支持度有降啊，因为为什么感觉伊吼一时安尼，一时安尼，到底是安怎？这你感觉？即我当然知，咱当然知影讲，这过去这十几天以来，其实是起落啦吼。但是我也是关心讲，会合还是袂合？对着这未来50天，这竞选的主轴，因为其实咱总统大选选到即摆，咱其实毋知咧选啥物呢？我嘛毋知影小方面到底即个竞选的即个政见啥的，我拢袂记住呢。那到底偌政治迄边是有啦，但是重点是边缘嘛，拢足边缘，要无人去注意一下，大家拢看这。我其实是我一直想要来讨论政见，那无法度呢，好字。我那无交就免讲政见啊，已经选了啊，对无？你那是有夹吼，你就开始正式的攻防嘛。虽然讲你国民党跟民众党主张不一定完全共款，不过你嘛要调节出来嘛。吼，你就开始要开始对话。我讲安尼，你讲安尼嘛。譬如讲嘛，譬如那个郝友宜进行讲迄8·4量表，吼，民进党就有接受啊，就有采纳啊。他还是有政治公平是接少呢，因为你若是袂当选，你讲的拢好笑啦。吼，你有机会当选，你再来讲这叫政见哈。无机会当选，迄叫好笑啦。吼，所以讲，你讲那是有夹，吼，就开始较正常嘛。但是莫讲咧差你三个人，吼，行较巷口电话互相啦，送去因兜啦，对无？啊，你开始讲恁主张是啥嘛？吼，两花啊，美国啊，经济，吼，社会福利啊，恁到底要创啥？你就慢慢开始来讲。嘛，你嘛开始来回嘛？你在维护期啊，维护期呢？我多时间都过去啊，维护期嘛，无多啊。有总是比没有好了，因为你现在的状况是说，你讲啥，因免插你嘛，因为你就没有资格跟我对话嘛。我会动算，你没动算啊。比如讲，我讲你过台面即马讲政见，啊有意义无？你无可能动算嘛。所以无人要回嘛。伊即摆伫现场吼，我制作人讲我听，伊即摆伫现场吼，你讲。
其实本来就是阮三卡咧讲啊，那会你马主席、马前总统甲主席走来，你无你的份啊？当咩啊？是啦，我就讲你即马就。还在你边啊！你啊！你咧即马咧政治主导权就无意思嘛？你是有咧讲，有要讲，无要讲，还是讲我有主导，啊破了不要紧。啊，即马讲这就真正无啥意思啊，对吧？无啊，如今是讲你主持你做公权的人，是毋是大家会当信任你是公正的？因为你头一遍跟国民党的初选，你是万份国民党的啊，你对国民党是无冤仇的，冤仇无善意的嘛，所以好友伊怀疑讲这三个人里面，你套好要来甲伊咯。对啊，这是你啊个人性正常啦。对啊，佮纠一个2-2嘛是对，像好友伊迄天开记者会嘛是讲，你用佮派2个民调诶专家，阮这边嘛2个对2个，虽然无要讲民调，但是嘛是洗转来嘛是一个公平的嘛，就讲你2个我嘛2个嘛，你比方2个你甲我一个啊，可能好友伊嘛是惊讲家己变成柯文哲，啊其实柯文哲迄天就拜伊有见晚上就伫个电视台做专访嘛，伊家己嘛一直已经认家己是副手啊，伊又讲伊内阁内底是爱啥物人嘛，啊只是问讲你郭文哲转去了后，你的党为虾米讲变你就变？闽龙，你讲安尼其实嘛变做真简单哦，伊这边伊一念之间转去到最初迄阵时的6点，其实嘛有可能哦。无一定哦，因为咱即摆去互教乖啊吼，有可能无得到是会变安尼。无啊，即样就是妈妈啊，这无大家乖乖坐喺边啊，是咧等啥物？唔知啊，啊，即样就是讲一个主战派，你是毋是去互看起听到过老大的当咩啊？讲10外分啊，一个人讲10外分啊，吼啊，那可能直接等啥？等最后的即个结合的可能性。马总统用讲一定100%，大家拢在等结合的可能性嘛，有嘛是有。无就是无一句话啦，这个无点明仔载就要登记啊。咱即摆录影的时间吼，已经来到5点26分吼，距离吼明仔载的截止的时间吼，剩无24点钟。对。啊，论真来讲，应该是剩无10点钟啦，因为上班时间嘛，你无可能前卡差不多下晡2-3点才来决定吧？无可能啦。应该中岛已经都，你副手应该要公布啊嘛，吼，就无你下县市，哦，咱的下副代表应该嘛要出现嘛，对啊，因为国民党还开中常会诶。上尾吼4分钟吼，互大家每人一句。因为卖个人约啊。好，你约看卖，来邱老师你约看卖。我代志行到这吼，基本上已经真乱啦，吼，啊，但是我看到搁较乱嘛，到明仔载。应该是差不多中昼就会使有一个决定啦。我顶个伫你节目捌讲过，一念之间啦，就看因基本上因是安怎看。未记的民调，未记过去的收分，一念之间，你是安怎想的啦？啊，我认为尾啊，伊还是民进党哦，还是袂当讲以为倒位就当选掉啦。哦，看到你咧敌人吼，你咧对手吼，是即种方式伫处理选举吼。讲实在，我感觉民进党家己也检讨。为什么互人感觉讲安尼继续阁有可能赢你？好，我是民进党检讨。是，好是。我即摆收到消息吼，伊讲吼，我即摆咧敲房间啦。无啦，就2538就敲好有现场有录影设备啦，所以放心，大家上后尾你咱阁会看到好是。我讲小马哥咧真济，我真唔知啦。讲实在，你今仔讲好，可能等去，吼妈妈这妈妈妹妹都变过啊，妈妈妹妹啦，对啊，妈妈妹妹我明仔都变过啊，对不？你即摆是讲今仔讲好，啊是啥个人讲我明仔再变啦，吼，我唔知啊，因为这你安尼问我，因为讲即摆是讲这两个有诶。柯文哲甲郭台铭，即摆就是讲你袂当用理性去讲伊啊。伊即摆就讲我爽，我就是要安尼，吼，谈判应该是讲我要啥啊，那是甲无啥我就无爱。伊即摆是讲无总啊，我会当换啥？伊即摆是讲无总统拢莫讲，啊你就免讲啊，你若即种心态就免讲，你若是要传染，吼，伊原来讲诶，我要裁处，伊讲我要监督。伊讲我要财主两个单位，迄叫监督，迄是国家两个头尾啊钱拢来你出头呢，伊摕到无少呢，啊
对啊，安尼伊讲无爱无多啊，无多内面我吼。感觉今日已经差足久的，因为对开始过台面迄场初选开始，因为有朱立伦伫的嘛，伊就搁讲当时你安怎甲我骗的，而且我感觉这两方吼上大的差别就是讲，尾啊这两个就是郭文哲甲郭台铭吼，两个拢无政党的，就是讲。民众党虽然有一个政党，但是伊的提名的过程完全拢是个人决定，伊无经过初选的运作，所以伊唔知影一般政党的初选的规则。政党要动起来，其实无法简单。对，然后你初选的规则甲迄运作的规则要怎，因两个拢无经验，啊，就是A 到拄着啥物的感觉嘛，就是讲也是秀才遇到兵的感觉，就是两个我讲两个，因为国民党是长期有这个初选的运作。我看今日暗时已经马拉松。